这是我们跟荷兰在台办事处以及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以及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共同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台北书展，然后有一个荷兰主题国展。那这也是台北书展的这个展览第一次移师到这个其他县市来做展出。自从1624年这个荷兰人到台南建立了这个热兰遮堡以来，那让台湾正式的迈入国际贸易的一个版图。那所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所以今年台北书展也特别将荷兰定为一个主题国。策展的一个理念，大概就是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因为这大航海时期有许多的制图，所以当时有留下了许多航海的地图。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台湾的踪迹。那所以在第一个展区呢，我们是介绍1624。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展览主要是要呈现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外面呢，就是呈现了8位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包括他们最畅销的作者，以及甚至有一位是荷兰的汉学家。那未来呢，其实就是儿童，所以在未来这个展区呢，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亲子的绘本，那以及儿童的文学家。那在这一圈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许多的荷兰当代的一些文学的绘本作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书展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其实主题展这从来没有移展过了哈。那因为今年主题展其实是荷兰展哦，那台南400其实反映的其实是台南跟过去的历史其实跟荷兰有很深厚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是我们有共同交织的历史。然后我们同样是海岛的国家，然后这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那以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环境永续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其实荷兰馆跟台南400有很深的可以彼此对话跟借鉴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移到总图这边来。那希望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对于台南跟荷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集的民众呢，能够在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来来看待、来欣赏、来参观我们这个荷兰馆的展览。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上午伫召集人陈廷辉的邀集，包括经济部长王美花、教育部、环境部、甲劳动部等官员，南下台南安平产业园区的服务中心，甲台南地区各管理园区、工业园区的代表举行综合座谈。当经济部长一到现场，媒体焦点拢放伫台电总经理请示的案件。台电王总经理是基层上来非常的专业，那处事也都非常的用心跟细心。那这个是我们台电的团队非常重要的成员，我们希望他能够留下来。部长，请问一下，所以总经理请辞跟跳电有关系吗？我想在他10点的记者会里面会完整跟大家说明也顺便这个说明会可以厘清大家的这个疑虑。那我想大家应该就事论事来讨论这些事情。那台电的同仁其实是在任何的天灾事故的时候，都是用最快的速度来修复这个电力的问题。那这样的电力的损伤跟缺不缺电其实完全没有关系。王部长除了肯定台电总经理对基层出身、处事用心，是台电团队重要的成员。和加在最后被成功来挽留。接续经济部长王美花伫经济委员会召集人陈廷辉的号召，嘛伫园区服务中心、加国产业园区、工业区的中小企业代表、理事长来座谈，希望能够听出中小企业的心声，并帮忙解决企业的需求。政策是延续的，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们希望听到我们台南区所有工业区大家的声音，然后这些声音我们可以作为未来
520之后赖团队一个很好的依据。我们能够赖团队所说的就是创新行动要行动要怎样？就是无缝接轨。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无缝接轨，把所有的问题拿出来，未来给他们做一个最好的依据。那我相信我们都是一个 team， 都是一个团队。这个 team 这个团队就是要让台湾更好，让台南更好。园区里面厂商的各项问题，就是以前的工业局，它现在叫产发署那林主秘有来，那所以我们这2个局跟署的业务还是要密切合作来服务所有的厂商还是要密切合作。那第2个呢，这个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我们经济部是非常了解，除了大企业除了这个国际有亮点的企业在前面这个带头之外呢，台湾其实是靠着绵密的中小企业来做后盾所以绵密的中小企业是供应链的一环，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中小企业。那这一些的中小企业在经济部来讲，永远都是会这个放在这个整个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去注意照顾到他们的需求。部长表示，为协助中小企业的升级转型，其实伫疫情过后，中央有编列疫情过后的条例，大约300多亿的经费，主要要让中小企业知影政府有补助的措施，以及出口的促销。伫现场各工业区的代表、理事长嘛发言踊跃，包括新店工业区最近的断电事件、毛豆工业区无设污水处理厂，以及永康亚太工业区。因为过去是私人所开发，到现在有真侪道路还佫卡伫咧私人的部分，地方代表嘛希望中央会用来帮忙处理。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灿阳不只是全台湾上大的商务车车顶设计制造商，更是台南市同人而乐的幸福企业，有台南运行冠军的称号。目前该企业伫台湾总共571位员工，依法应该经营5名身心障碍者，不过实际上因却是经营到23位，甚至有半数以上佫是重度以上的身障员工。行政院长陈建仁18号伫台南市长吴美婷、劳工部长柯明春以及立委陈天辉等贵宾陪同，特别前来参访。对着灿阳和障碍员工发挥专长，成为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本，已经是业界模范。员工就好像他的家人一样照顾得那么好。这个就不简单了把员工当作是同一家人，We are family 一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企业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如果台湾的大部分的企业都是能够往这个方向去走，每一个都是弟兄姐妹一样来看待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彼此帮忙，互相提携，那公司就会越来越好。那这里的员工的留任率那么高我是想是理所当然的。面对该公司针对无共身障员工安排因适合的工作环境，甚至善用职务再设计，提升因的工作品质甲效率，拢互人印象深刻，成为台南市名副其实的幸福企业。它超额禁用，那事实上也在不仅是身障朋友们在这里灿阳找到幸福，也让灿阳有提升它的生产力，而且那4800多天。都是有薪假光禁用的部分从1%变6%，这个真的不简单，这非常的不简单。你说超出一点点就已经很难得了，但是1%变6%，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少子化看到，来协助我们政府的国家政策。面对这些肯定甲敬佩，董事长吴文宪认为，企业原本就无应该以创造财富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是要有更较侪社会责任，成就有意义的代志。对着身心障碍员工来讲，已经成为该企业上稳定的劳动力。为了这些听障的同事做了哪一些的设计，就逐步在设计让它更贴近什么他们的方便性跟实用性，而不需要让他们为了
因为沟通上障碍上有一些没有办法沟通，所以我们借由这一件事在做这个改变。产业企业超额经营新兴障碍员工，除了成为国内事业单元模范。伫迎接5月1號勞動節之時，嘛是政府甲產業合作，打造無障礙優先職場的真好典範。台南新聞阮子采訪報道。根據社會調查，透過外省海產等服務，予將近6成的少年人願意佇傳統市場消費。所以，台南市政府對疫情期間就開始協助團商，結合鎖定購物的外省來拓展商機。這回更是鎖定少年的消費族群，甲富片大合作，以當菜市為例，1/3的團商攏加入。大家少煮飯吼，有人當時要去上班，無法度出來買，所以吼富片大對伊來講吼是一個真好的活動啦。啊，對我來講來話，嘛是真正對阮團商吼足有幫助，一個行銷的通路。為將這項新的消費概念甲市民分享，市長黃偉哲嘛親自來當菜市宣傳，以後民眾唔免出門，只要當枕頭啊落單，真濟米其林的市場好米都直接送到領導。其實台南市的民眾，尤其年輕朋友們，使用 Foodpanda 已經是相當熟手了。那所以說，現在就變成說，他們在菜市場，不管是點美食，不管是買菜，都是很適合的。所以我相信一定是很快就可以上手。市場處表示，第一波進駐的傳統市場外省服務有7間早市，超過1600項的商品會當選擇，合作模式嘛將持續增加。這個想要購買整個一個市場，不管是生鮮啦、熟食啦，或者是這個乾貨等等，都可以透過這個平台來做一個買得到這些好吃的東西哈。為了慶祝台南傳統市場上線，對今仔開始到4月30號，只要訂購成功，每一筆訂單可以隨機贈送大腸的砂糖1包，滿額還有7-9折優惠。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小朋友用唱歌跳舞表達對環境的關心。每當的4月22號是世界地球日，400位親師生特別來到黃金海花淨灘。卡羅這一次在世界地球日，配合這樣的一個重要的環保議題的節日，辦了淨灘活動。我們希望，珍愛地球、重視環保的教育觀念能夠從小扎根，跨出教育的第一步，從做中當中去體驗一下，我們的地球生態的環境目前所遭受到的一些困境，那如何盡我們自己一份的心力，然後讓這個大地更加的一個乾淨。把海洋生態用於環境教育，以實際淨灘行動，可有利了解廢棄物源頭減量，體會社會互補的意義，共同守護美麗海花。鞭炮的垃圾應不應該在沙灘上？不應該啊，對不對？所以我們幫忙撿起來，來幫我夾起來。你看看這個是海草，你知道這個海草本來在哪裡嗎？水裡。水裡，它其實這個海草，你有沒有看到上面有一個一個的那個竹子？陪小朋友一起認識地球，愛環保，減少海洋的污染，讓小朋友有愛護環境的概念。我們的幼幼班是定點淨灘，讓孩子知道哦，原來我們的沙底下也是會有垃圾的海洋，現在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們要從小就給他們一些觀念。期盼這個活動會當建立有利對着環境的認同和應屬概念，培養公民素養，替地球盡一份心力。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位於永康東橋佔地大約1500坪，台灣第一間適合於新世代複合式的商場，是由着統一超商、康士美、星巴克加統一精工4大品牌聯手來打造。20號上午，佇個古鎮甲人西鎮的表演，舉行熱烈的剪彩開幕。請剪彩。在剪彩儀式過後，隨後嘛由着統一企業集團的董事長羅志賢，甲統一企業美麗事業董事長高秀玲翁仔某舉行結拜，場面溫馨。
请接台。Park Avenue 商场正式开幕。太漂亮了！统一企业集团伫个永康东桥开了3年的时间，打造这座全新的复合商场。除了象征对这座城市的热情甲承诺，同时嘛象征着统一企业集团甲永康地区的关系。这唔定拥有来自5星级酒店的主厨指导，提供现做的餐饮服务，更加融入了超商、空桥门市的多元元素，包括贩售店、生鲜商品甲餐厅等。功能多元，展现了未来新零售的样貌。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全新的新世代的复合商场 Park Avenue 在4月20号正式的开幕。那 Park Avenue 的商场呢，是由美丽事业高秀玲董事长带领团队，耗时3年，从内而外细心的规划，包括了整个建筑的美学，还有在整个空间的设计跟颜色的运用，也包括商品结构。也是要来呈现给让整个商场呢，可以呈现一个未来的一个新零售的一个样貌。那 Park Avenue 的商场呢，我们有包括 7-Eleven、康是美、星巴克跟统一精工，那主要是汇集了美食佳饮、那美丽的服务，然后还有就是在美学的建筑，那提供给消费者全新美好的生活体验。为庆祝开幕，该商场对今日起到4月25。只要伫个商场内消费满888块，就会用赠送一张刮刮卡，有机会来抽到黄金加 Open 的点数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4月是属于小朋友欢乐的季节，加上配合世界地球日，台南市南区区公所喜球图书馆特别举办龙宝宝二手市集的活动，希望透过二手市集，让小朋友的厝内较少用的物品，会用的重新找到新的主人，学习环保再利用的概念。因为我们是想说，也可以让小朋友他们可以体验到这些物品跟销售的乐趣，然后也可以跟人际关系间的互动，然后学习到一些自我的行销。那其实我们主要也是想说，这些二手交易的物品可以让这个减少一些物品的丢弃跟无人使用的浪费，那也可以有一些环保的概念。那也可以在这些交易的过程中，那小朋友可以体认到说，其实父母赚钱是很辛苦的。那我们其实这个活动也有结合到台南400，然后我们也设计了1整年的拢来读册的阅读集章的活动。那也欢迎民众可以到我们图书馆来借阅及参加这个活动。现场10多组的二手单位，每一组拢是由家长甲小朋友家己发挥创意，对单位的摆设、号名、搞叫卖。拢是由小老板一手来包办，不但让小朋友实际体验做生意，嘛感受到家长赚钱的辛苦。我带了很多工具和玩具，还有飞机，还有小吉他，还有叠叠乐人，还有书，还有小车车，还有机器人，还有大型车车。我就玩具吗？有些是别人送我的2手玩具。是，那你今天是要把这个要做义卖吗？对。怎么算价钱？10元。有以前的玩具，也有别人送的。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别人的玩具，我觉得很开心。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啊，就是可以凝聚那个家庭的力量，然后还可以把，对。然后就是让小朋友参与这种市集的买卖，然后可以体验一下当小老板的感觉，还蛮有意义的，很有趣啊！让小朋友知道东西要珍惜，不要都丢掉这样子。哎呀，除了龙宝宝二手的市集，另外喜球图书馆嘛结合公益，设立找宝宝的小铺，民众只要凭发票或者是现金，就会用咱外国单位的各种物品，而单位的所得。嘛将转手捐予绿色团体。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喜爱摄影，退伍后便开始投入影像创作的工作。
摄影师洪家和入行这14年来，始终还是对摄影保持着热情。偶尔没有工作行程，洪家和也会拿起相机，四处找寻美景来练手。虽然洪家和参加过许多台湾的摄影比赛并获奖，但其实他心中一直想要参与国际赛事，除证明自己，也是希望透过摄影作品将台湾的美好推广给世界。某次与朋友的聚会中得知 Muse 摄影大赛后，便积极备赛，首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就拿下7金2银等9项大奖。有一个摄影的同好去参加，那我就去做功课，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也试看。结果，然后我就选了一些作品，然后当初其实心里也是很怕不会中，然后我就选了4件作品，然后投了10个类别，然后就总共就得7个金奖，然后2个银奖嘛。那我其实觉得应该说我的作品风格其实蛮多元的，对，就是从人像，然后到建筑摄影都有，然后生态摄影都有。那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喜欢我的风格是比较自然的呈现这样。那我觉得光影还是什么，我其实自己也不喜欢做太多的后置，尽量让它现场是什么样的氛围，我就很自然让它呈现。除构图与氛围让评审印象深刻，洪家和在设定拍摄主题时也绞尽脑汁，特别选择外国朋友较有兴趣的萤火虫、竹编艺术、老戏院等东方神秘元素题材，策略果然奏效，作品马上就吸引到国际评审的青睐。有一些题材在我们台湾，也许台湾人会觉得很常见，但外国的评审不见得会那么常见到，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挑选的过程，我是选的说，也许对外国评审来讲，它可能是比较特别的，然后可能也许也能够加分这样。像萤火虫，像我有一张作品是那个竹编的艺术家嘛，对，我相信他们也很少会看到所谓竹编的东西啦，对。然后有一张是废弃的那个老戏院嘛，这也蛮特别的。那有一张黑白摄影的那一张照片是，其实在台湾的永乐市场那边拍的。那其实能够拍到那一张照片，我觉得也是一个巧合啦。就是我刚好觉得那边的光影很适合，然后因为它很特别，是它有铁丝网印在 model 的脸上，所以就有一点比较有感觉，会有比较有深的含义这样。透过摄影作品，让世界各地的朋友更认识台湾独特的美。这是摄影师洪家和最开心的事。未来他也会在影像创作这条路上努力，持续传播故乡美好的人事物。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原本要伫花莲开拍这帮赛事，但因为4月初花莲大地震，不仅重创花莲对外交通甲观光，而且现在救灾工作悠然的进行。经过评估了后，比赛决定煞到台南球场来举办。台南在地企业顽皮世界动员，为了弥补无法伫花莲比赛遗憾，甲统一赛球团讨论了后，特别邀请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吉祥物前来台南球场，双方吉祥物做伙舞蹈，为竞争激烈比赛加添不少的趣味。跟台南的顽皮世界一起来做合作。今天带来现场的是我们园区最有活力的鲨鱼大哥香 K， 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正面勇气的一个象征，也希望为战后花莲可以带来新的一股力量。顽皮世界为台南唯一的动物园，为了表达对着主场赛事的支持，特别派出吉祥物瘦猫卡邦、水豚豚宝来到球场来表演。的关系使得交通中断，而且呢，他们观光产业也受到非常大的重创。因此呢，今天我们跟统一师讨论了之后，决定说这一场呢，除了顽皮世界来开球之外，我们也希望邀请花莲远雄一起来到现场。我们同样为这个游乐园，那么也希望呢，他们来也是替花莲加油。擘开生命海陆动物开球仪式，最后大家共同扬起花莲加油，应援花莲一起回家牌仔甲布条，希望花莲会当早日走出地长的阴霾，场面温馨又热烈。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53岁男性，因为长期十片鼻水倒流、头壳痛、拍甲手，甚至严重影响着困眠。后来经过台南市立病院耳鼻喉科的检查，
发现患者有下鼻食肥厚、加鼻中隔的弯曲，诊断是过敏性的鼻炎。后来经过药物加手术的治疗，才改善患者过敏的症状。因为感冒痛还是一个比较急性的症状，这样子可能急性的伴随甚至发烧啊，或者肌肉酸痛这样子。那过敏的话，可能病程就会比较久一点，可能会到可能民众会误以为自己感冒1个月都没有改善这样子哦，然后可能都是鼻塞、流鼻水这种症状为主。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可能其实是一个过敏的问题这样子。不过除了预防过敏源之外，药物的控制还是很重要这样子。哦，那一般来说可能会使用一些类固醇鼻喷剂啊。或是口服药物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药物会先控制个可能至少2到4周看看，然后2到4周，如果说真的没有改善的话，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也许后续有一些手术或是其他的治疗方式可以参考这样子。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第一线的治疗通常以药物为主，根据症状的差异有不同的药物，亲像口服的抗组织胺，或者是黏膜血管的收缩剂。甚至还有类固醇的鼻喷剂，或者是鼻腔清洗，严重者甚至要开刀。不过，医师强调，不管对一种的手术，拢敢若会用改善部分的症状，并未用改变过敏的体质。医师提醒，要改善过敏性鼻炎，应该避免可能的过敏源，亲像尘螨、花粉，甚至是二手烟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